第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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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樣少年語言藝術展。大家好，我係香港珠海文化藝術協會創會主席謝海發，好高興啊！終於見到我哋第十一屆花樣少年語言藝術展現呢，終於嚟到香港啦！呢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俾大家去展現自己嘅才華，亦都可以傳承我哋中國文化。我哋希望活動圓滿成功，大家香港站見！大家好，我係油尖旺區青少年發展協會主席李傑明校長，好希望咧各位同學啊、各位家長咧都支持呢個比賽，讓我哋嘅中華文化同埋咧我哋嘅唔同嘅藝術表演咧能夠咧喺香港咧再發展開去。Hello， 大家好，我係藝文發展基金主席 Grace。第十一屆花樣少年語言藝術展演香港站已經落地啦，大家多啲參與，多啲支持，推動中華文化。大家好，我係朱校長啊！咁咧第十一屆花樣少年咧嚟到香港有香港站啦。如果各位同學咧，你有一啲語言藝術嘅天分咧，咁啊，千祈唔好收埋，唔好埋沒啦，記得參與呢個活動，讓呢啲小朋友有機會喺你嘅才能上面喺更大嘅舞台裏面發揮。Hello， 大家好，我係 Purple 李子欣。咁多位嘅青少年咧，如果對語言藝術咧係有興趣啦，又想發揚我哋嘅中華文化嘅話咧，呢度一個好機會啊，一定要參加啦！我喺度咧預祝我哋呢一個嘅花樣少年語言藝術展咧大成功，約定你哋。喂！你參加咗未啊？第十一屆花樣少年今次喺香港，係喺香港呢度舉辦喎，所以香港嘅小朋友啊，你一定要參加啦，因為我哋要推廣我哋中華文化啊嘛，而且啊今次係好特別喺香港站呢度，所以如果你係有興趣嘅話，快啲參加我哋第十一屆嘅中華文化嘅花樣少年啦！